你好，我叫做 Winnie，我叫 Monica， 我哋係沈律師法庭翻譯培訓班第2屆嘅學生。點解我會諗到去做呢一個法庭翻譯培訓班呢？咁事關咧，我一向都覺得咧，我哋喺灣區呢度係好缺乏一啲合資格嘅法庭翻譯人員。咁喺疫情期間，2020年咧，我就諗到咧，去運用我嘅時間去培養一批新嘅法庭翻譯人員。讀沈律師呢個課程之前咧，我哋兩個都係醫療翻譯嚟嘅，但係咧，我哋對法庭翻譯呢方面係冇咩認識，但係我哋好有興趣。知道沈律師係提供呢個課程嘅時候，我哋兩個都覺得好興奮，當年就報名參加啦。嗱，每一次我教呢一個課程嘅時候咧，我心裏邊都有無比嘅滿足感啊！就係因為咧，我可以俾到我嘅學生一啲美國法律嘅知識。因為咧，我上完呢個課程之後咧，我喺對於法律翻譯、法庭翻譯呢一方面嘅興趣咧，係更加濃厚，同埋令我更加深入，就係花咗更多嘅時間喺呢一方面理解、認識各種不同嘅法律詞類。咁咧，我就可以幫到中文嘅人係對於法律方面溝通係有效果啲啦。呢個課程俾咗我一個好好嘅概念。沈律師係從一個好緊湊嘅方法去編排呢啲課程，令我覺得上完呢啲課程之後呢，我就有一個好嘅概念，同埋好多字詞句係我以前聽過，但係唔知咩回事嚟嘅，而家呢就好有認識。喺法庭上邊嘅翻譯係非常之有大嘅需求。呢一個大部分嘅人對於法律嘅程序、法律嘅詞句都係非常之陌生。我哋係非常之需要有呢啲稱職嘅翻譯，能夠喺法庭度幫呢啲人嘅。好多人係冇受過呢方面嘅訓練，咁就唔一定係稱職。即係如果係想做法庭翻譯呢方面嘅人咧，都揾唔到呢方面嘅訓練。有全職嘅工作，全職嘅工作就係直接同呢一個你嗰個縣 Superior Court 高等法院去做佢哋嘅員工，可以係自僱嘅工作。咁自僱工作方面咧，就亦都時間好有彈性啦，你自己可以控制。嗱，咁我教呢個法庭翻譯培訓班咧，我係好似做一個義務咁樣，一個 pro bono work。咁就因為我係希望可以用我嘅專業嘅知識啦，去回饋翻呢一個嘅社區，咁就改善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想多謝沈律師為我哋咁多屆以來嘅學生提供咗呢一啲培訓，咁令到我哋多咗好多人接觸到同埋認識到喺呢個加州司法系統嘅資料，同埋所上邊係喺法庭裏邊點樣操作啦。因為我知道沈律師係花咗好多心思去精選同埋去安排呢個課程出嚟嘅，所以我希望你哋就讀嘅人呢，都係唔係因為呢堂課係唔使錢而唔用心，你一定要用心。你係咪想坐喺度都有錢收呢？成為一位加州認可嘅法庭翻譯人員，你可以賺到錢，又可以幫到人。我係沈哲瀚律師事務所嘅沈哲瀚律師。每年嘅夏天，我都會舉辦一個免費嘅網上法庭翻譯培訓班。如果你想報名嘅話，打電話俾我1800-672-1111，重複一次1800-672-4條1，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但係佢哋咧就覺得即係法律呢一個題目係好大嘅門框，係啦，佢哋唔敢攬上去，係啊，所以咧佢哋讀完之後咧就唔敢去考。呢個應該係